即马这张事要提起咱大家，见义能强啦，是上情所难；见义若是乐强，是贤德所上；见义若不强，是世人所逼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咱来解说互恁听吼。见义能强，看到正当的代志，各位，这义就是真正义、真有意义，对别人拢有带来真正面的影响。这种见义那是有道理的，是正确的，是对众生有帮助的。这个见义，你能强会当安尼，大家拢要甲你共款安尼。大家拢要服从，大家拢要配合，上情所难，这是一般世俗的情所有淡薄困难啦。因为每一个人的程度无共款，根基无共款，这明明都有道理，但是偏偏都有人要阻碍，有人要反对，有人要跟你对抗。这就是世间人，这要要求讲，大家拢会当服从，大家拢共同配合。一般这个情形来讲呢，是有一淡薄困难。见义乐强啦，你若看到这正当的，足快乐，要甲你配合到着，欢喜甲你赞叹，热热甲你支持，那是安尼就乐强，真快乐要服从，贤德所上，这是一个有修行人、有品德的人、有道德的人，伊所提倡的。人若讲正义，咱大家共同往这条道路来行，这是对你对大众拢有帮助。见义若不强，看到这正当的代志。但是偏偏不爱甲你配合，伊就是袂当甲你共同来合作，伊无多。这咱感觉世间人会感觉足悲伤的，这个人安怎会安尼？明明都对的代志，明明都是有路用的工课，但是伊偏偏无法度甲你配合，咱就知影这个人自私自利啊！这是世间人感觉真悲伤的代志。各位，安尼恁听有无？所以这明明对，咱大家爱合作。修行念佛爱服从啊，免你一定爱服从。为什么？咱这念佛对你未来、现在拢真大好处。你家己爱把握啊！各位做代志一定爱看，这个代志到底有意义无意义，是有道理无道理。各位，这个代志是对的，咱大家拢共同配合，在做个，这就是世间人应当爱知影。阿弥陀佛。